再来看无人机伫乌俄战争以下冲突是使用了真普遍。咱的国军嘛准备要买3000多台的无人机，也毋过目前三军只培养200外个操作无人机的专家。咱的国军嘛按说要来设无人机的训练中心，要来培养320个政治教官。也毋过有立委是建议讲，至少爱培养1000个教教。这个什么东西？台东的空军太麻里马场作为无人机试验场，最近真闹热。真侪摆，互民众看到有无人机起降，外界研判可能是军方咧培训飞行操作手。针对无人机运用伫俄乌战争以下冲突，国军赶紧下步，得到各式的无人机。中科院继续研发瑞恩天云2台无人机，向美国采买的 MQ9 无人机，按算伫2016年要交付。国军要采买3000架无人机。按国目前三军飞行操作手只有210个，所以国军要规划成立无人机训练中心。这个无人机获得多少，人员就给它训出多少，这是我最基本的目标。操作手要多无人机，我不要看嘛啊，我们期望这样子，但一定是让这个无人机的操作是绝对没有顾虑，不会去抓个人来操作，都是经过训练。为解决飞行操作手人力无够的问题，国军也甲民间公司合作，培训无人机的政治教官，考取民航局证照。经费航太得到承办，会伫4月初8开训第一批，总共爱训练310人次。按过立委认为，训练量无够，应该提悬到1000人次，各位民间找人才。在民间有很多的高手，是不是可以结合来做培训，然后进入国防训练？我们从民间招聘来的人，他假如说具有这种专长的话，他的获选率必然是高嘛。另外，一年期医务局是不是导致无人机训练？国防部表示，会看越南是不是符合专业安排相关的训练。另外，有立委关心国产的无人机要如何去除红色供应链。我们是全面禁止这个录制品，100%禁止录制品，不只是说一个马达从中国出去其产地，然后再回来台湾呢？这个基本上我们是看它的进口报单。它进口报单的这个产地为准。国防部强调，军用无人机100%禁止使用中国的物件，会针对进口材料进行查核，防止厂商生产地冲过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